因为伫咧高雄林园的南马地公园呢，有正特别的倒头收海梯。这款海梯呢，会用倒头载的方式伫咧收水。最近伫咧台南将军也出现真多。台南的生态保育协会是认为讲，主要是海流的变化有关系，市政府讲会找人去了解。 樱花边行，真侪民众摕相机起来翕，唔知影水底到底是啥物。详细看水内古水的生物倒头栽优雅咧收水，那亲像一蕊花，这号做倒头水母。某人讲伊是海中的母者，因为若要看，就要走到高雄林园南马地公园。不过，即摆台南将军的观光景点煞出现，连在地人嘛讲透视人无看过。阮住伫遮已经40外冬啊，毋捌看过即个物件。啊，感想安怎？ 哦，伊真正足水的咧，应该足趣味的啊，因为我嘛捌看过这种的水母啊，吼啊，第一届看到倒掉的。主要是来看那个生命之树，想不到这边生态维护得很好。根据了解，这款水母伫历史拢会冰倒头拍击来吸收日头光，啊，即摆乃会出现倒头水母咧。台南市生态教育协会认为，这参海流变化有关系。政府嘛讲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会勘。春夏左右遐吼，拢会伫河口遐会繁殖的。随着迄个东北季风哦，咧行的时阵哦，增加强的时阵，伊即摆就直直往南来来刷所在。将报请中央湿地主管机关国家公园署，并邀请生态专家前来现勘。将军市hình岩田是国家重要的湿地之一，有丰富的生态，不只好佚佗。目前水内除了有差不多手半大的倒头水母，嘛有50颗细的水母囝。来参观的民众看水就好，唔通伸手落去摸，惊手中毒，搁兼去甲伊伤着。记者伫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